从上海到山西襄垣1000多公里，我要去看看五羊煤矿的无轨电车系统，再不去它可能就没了。我开着乐道 L80 一路换电过来，有未来世界大模型加持的辅助驾驶的陪伴，漫长的高速路倒也没让人觉得有多累。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抵达了襄垣县城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来到了五羊煤矿的生活区，去记录下这仅剩的矿用无轨电车系统。一大早的生活区，早餐摊坐满了准备上班和上学的人们，除了满大街的新能源车，这里似乎还维持着千禧年之前的模样。这里就是五羊煤矿电车的始发站。五羊煤矿的电车系统是国内唯一还在运营的矿用无轨电车系统了。它是矿工上下班的免费交通工具，但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工人们很多也有了私家车或者助动车，乘坐电车的人也不多了，所以2台配车已经足以满足现如今的运营。一台华宇，一台扬子江，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家伙了。眼前这套1985年建成的无轨电车系统还在吱呀作响地运转着，把这台乐道 L80 停在这台接近20岁已经算是爷爷辈的华宇电车旁边，心里突然冒出一种说不出的时空穿越感。他们都是电车，却像2个时代的人，隔着岁月遥遥相望。一部代表着中国制造的顶尖技术水平，而另一部则记录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艰苦历程。听着直流电机那粗糙而纯粹的机械噪音，在矿区与生活区短短2公里的道路上回荡，一下子就把人拉回了童年。小时候我就喜欢站在家附近的天桥上，看着来来回回的无轨电车。这个声音如今很少听到了，不知道这最后一套无轨电车系统还能走多久。也许哪一天他们也会被更安静的新电车悄悄替代。时代往前走，总是这样，悄无声息又不留余地。他方天氣漸涼，前途或有白雪飛。假如能不想別離你，不肯不可不忍不捨失去你。手握手分手，揮手講再見，縱在兩地一生也等你。突然地沉默了的空氣，停在途上，令人又再回望你。沾濕雙眼漸紅，難藏熱戀及痛悲。多年情不知怎說起。在何地仍熱切關心你，無盡長夜為陪伴我懷念你。他方天氣漸涼，前途或有白雪飛。假如能不想別離你，不可不